人活到某個年紀就會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你後生嗰陣啊，總係覺得時間好多，機會好多，乜嘢都仲嚟得切。點知等你過咗55歲，突然有一日你會醒悟過嚟，原來人生真正可以掌握到嘅時間已經唔多啦。我今日要同各位講嘅係一個好嚴肅嘅話題。55歲到65歲呢10年係人生入面最關鍵嘅10年，你將呢10年處理得好，後面嘅日子會過得好安穩。你要係將呢10年處理得亂七八糟，晚年恐怕就要食好多苦頭。呢個可唔係我喺度嚇你哋，你去觀察身邊嗰啲老人家，嗰啲晚年過得好嘅，全部都係喺呢10年入面把該準備嘅嘢準備好晒。嗰啲晚年過得唔好嘅，唔係佢哋運氣唔好，係佢哋喺呢個關鍵時期冇做啱嘢。已經話俾我哋知，天地之道唔過陰陽2個字，人生都係一樣，有往外走嘅時候，就有往內收嘅時候。後生仔要往外討，呢個係陽氣正盛。去到55歲之後，你就要開始往內收啦。呢個係陰陽轉換嘅時候，好多人唔明呢個道理。去到應該收嘅時候，仲喺度搏命往外衝，結果把你自己嘅根基都動搖晒。我睇過太多呢種例子，有啲人50幾歲嗰陣身體仲好好，事業又唔錯，家庭又和睦，點知去到65歲之後，突然就冧咗落嚟。點解？因為佢喺55到65呢10年入面冇做好應該做嘅準備。今日我同各位講嘅就係呢10年入面你必須要做足嘅5個準備。呢5件事冇一件係人哋可以代替你做嘅，亦都冇一件係可以拖到以後先講嘅。你依家唔做，以後就一定會嚟唔切。第一個準備就係你嘅身體要進入一個新嘅節奏。好多人過咗55歲之後，仲係用後生嗰陣嗰套方法嚟對待自己嘅身體，呢個係最大嘅錯誤。已經講究嘅係順應天時，順應自然。你嘅身體去到呢個年紀，佢自然就會有一個新嘅節奏。你要做嘅唔係去對抗佢，而係順應佢。咩叫做順應？即係你要聽得明身體喺度同你講咩。後生嗰陣你可以通頂，可以飲酒，可以隨便折騰，身體有啲唔舒服，瞓一覺就好返晒。但去到55歲之後，你會發現身體嘅反應變晒。以前瞓一覺就可以恢復嘅疲勞，依家要好幾日先可以回得過氣嚟。以前唔在意嘅小毛病，依家喐啲就會發作。呢個唔係你嘅身體變差咗，而係身體喺度提醒你，佢需要唔同嘅對待方式。就好似架車揸咗幾十年，你唔可以再好似新車個樣咁樣揸佢，你要換一個方式，等佢可以繼續為你服務。中醫講究嘅係陰陽平衡。後生嗰陣陽氣充足，你可以消耗。去到呢個年紀，陽氣開始收散，你就要識得養。咩叫做養？唔係搏命食補品，而係令身體揾翻佢自己嘅節奏。你睇下嗰啲長命嘅老人家，佢哋有一個共同嘅特點，就係生活好有規律。幾點起身，幾點食飯，幾點休息，全部都好固定。呢個唔係佢哋刻意要咁做，而係身體自然形成嘅節奏。你順住呢個節奏走，身體就舒服。你硬要打亂呢個節奏，身體就會同你過唔去。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我必須要同各位講清楚。55歲之後最影響健康嘅，唔係你食乜嘢，唔係你做乜運動，而係你嘅情緒。中醫話怒傷肝，喜傷心，思傷脾，憂傷肺，恐傷踵。你每喐一次情緒，身體就受一次傷。後生嗰陣你嬲咗發泄出嚟就冇事，但去到呢個年紀，你嬲一次可能要好幾日先平復得返。更嚴重嘅係你嘅血壓會升高，你嘅心臟負擔會加重，你嘅睡眠會受影響。所以話55歲之後要養身體，第一件事就係要養心。
古人講形神合一，咩意思？即係你嘅身體同精神係一體嘅，你嘅心安樂，身體自然就安；你嘅心亂晒，身體點樣保養都冇用。所以我成日話，真正嘅養生唔在於你食咗幾多補品，做咗幾多運動，而係在於你嘅心仲可唔可以靜落嚟。老子話致虛極，守靜篤。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令自己靜落嚟，唔係叫你乜嘢都唔好做，而係要你把嗰啲唔必要嘅消耗停落嚟。好多人把自己搞得好攰，唔係因為佢做咗好多嘢，而係佢嘅心一直喺度喐，一直喺度諗，一直喺度操心。易經入面有一卦叫做損卦，損卦嘅意思就是要識得減少，識得捨棄。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損咩呢？損掉嗰啲過度消耗，損掉嗰啲唔必要嘅折騰，損掉嗰啲令你身心不安嘅嘢。你把呢啲損掉晒，你嘅身體自然就輕鬆，身體輕鬆，精神就好，精神好，你先可以把後面嘅路走得穩穩陣陣。第二個準備係你嘅經濟基礎要企穩。講到錢呢個問題，好多人會覺得有啲俗氣，但係我要同各位講，人去到晚年，如果冇經濟基礎，嗰個係好痛苦嘅事。呢個唔係話人要貪財，而係話你要有能力照顧好自己，唔使去麻煩人哋。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修身排喺第一位。但係修身需要乜嘢？需要你有一個安穩嘅環境。如果你連基本生活都成問題，你點樣修身？如果你日日為錢煩惱，你個心點樣靜得落嚟？55歲到65歲呢10年，係你重新整理財務嘅最後機會。過咗呢10年，你嘅收入來源基本上就定咗型，好難再有大嘅變化。所以你要趁呢10年，把應該準備嘅全部準備好。咩叫做準備好？唔係話你要賺幾多錢，而係你要令自己嘅經濟狀況變得可以掌控。你知道你每個月有幾多收入，你知道你每個月需要幾多開銷，你知道你有幾多儲蓄可以應付突發狀況，呢個就叫做掌控。易經講君子以恩德避難。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節恩。節恩唔係孤寒，唔係論額，而係你識得咩係必要，咩係唔必要。你把嗰啲唔必要嘅開銷慳翻落嚟，你嘅經濟壓力自然就細啲。我睇過太多老人家去到晚年仲係為錢發愁。點解？唔係因為佢哋後生嗰陣揾唔到錢，係因為佢哋唔識得節制。有啲人中意幫仔女，呢個係好事，但如果你幫到自己都冇晒底線，嗰個就唔係幫忙，係害咗自己，亦都害咗仔女。孟子話：老唔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唔幼以及人之幼。但係你要先可以照顧好自己，先有能力照顧人哋。如果你連自己都照顧唔好，你拎乜嘢去照顧人哋？所以話把錢留翻少少喺自己身上，呢個唔係自私，呢個係負責。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我必須要講清楚。錢呢樣嘢去到晚年，佢嘅意義唔在於幾多，而係在於夠唔夠乜嘢，夠你生活，夠你安心，夠你有尊嚴。你睇嗰啲晚年過得好嘅老人家，唔一定係最有錢嘅，但一定係經濟狀況最穩定嘅。佢哋知道自己有幾多，亦知道自己需要幾多。佢哋唔會為咗面子去使唔應該使嘅錢，亦唔會因為要慳錢而委屈咗自己。已經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中道。咩叫做中道？即係唔偏不倚，恰到好處。錢都要講中道，你唔可以太多，太多會招惹麻煩，你亦唔可以太少，太少會令你冇安全感。恰到好處，剛剛夠用，呢個就係最好嘅狀態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你嘅錢要簡單。咩叫做簡單？即係唔好去搞嗰啲複雜嘅投資，唔好去碰嗰啲高風險嘅項目。你呢個年紀賺錢已經唔係最重要嘅事，保住啲錢先係最重要。
我成日見到一啲老人家，本來經濟狀況仲唔錯，點知聽咗人哋講去投資咩項目，結果血本無歸，呢種事太常見。點解會咁樣？就係因為佢哋唔識得守。老子話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你去到呢個年紀就要識得知足，識得自知。你應該有嘅已經有晒，就唔好再去追求嗰啲唔應該追求嘅嘢。你把現有嘅守好，呢個比乜嘢都重要。所以我建議各位55歲之後，你嘅錢要放喺3個地方。第一，放喺你嘅日常生活中，令你每日過得舒服少少。第二，放喺你嘅健康上面，該睇醫生就睇醫生，該保養就保養。第三，留一筆錢做應急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其他嗰啲花碌嘅投資，嗰啲睇落好誘人嘅機會，你全部都唔好去掂，因為你係輸唔起嘅。後生嗰陣輸咗可以再嚟，依家輸咗就真係輸晒㗎啦。第三個準備係你嘅人際關係要做緊法。人活喺世上離唔開人際關係，但去到55歲之後，你會發現真正重要嘅關係其實唔多。以前你覺得個個都重要，依家你會明白大部分嘅關係其實都係表面功夫。孔子話：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咩意思？即係有些朋友對你有益，有些朋友對你有害。後生嗰陣你分唔清楚，所以乜人都交。去到呢個年紀，你應該要睇得清楚咯。易經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損。損係減少，益係增加。幾時要損？幾時要益？呢個係要睇情況嘅。去到55歲之後，人際關係就要損，唔好益。你把嗰啲唔必要嘅關係放低，你嘅生活就清淨。生活清淨，你個心就安，心安身體就好。呢個係一連串嘅連鎖反應。我睇過太多人去到晚年，仲喺度應付各式各樣嘅人際關係。今日呢個要幫手，聽日嗰個要照顧，後日又有人揾你，搞到最後把自己攰到半死，身體又冧咗，心情又差晒。咁樣值得咩？唔值得。人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為自己活，唔係為人哋活。你已經盡咗大半世人嘅責任啦，依家係你休息嘅時候。古人講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咩意思？即係真正好嘅關係，唔需要太多往來，唔需要太多應酬，彼此心入面有對方，得閒見個面傾下偈，咁樣已經夠晒嗰種需要你搏命去維護嘅關係，往往唔係真正好嘅關係。有一位老人家同我講過一句說話，我覺得好有道理。佢話後生嗰陣以為朋友越多越好，去到老咗先知朋友唔在乎多，而在乎真。一個真心嘅朋友勝過一個表面嘅朋友。所以話55歲到65歲呢10年，你要做嘅就係獨選，把嗰啲真心嘅人留落嚟，把嗰啲唔真心嘅人放走。唔係話你要絕交，而係自然而然淡落嚟。你唔使勉強自己去參加咩聚會，唔使勉強自己去維護咩關係。你舒服就去，唔舒服就唔去。你想見就見，唔想見就唔見。呢個唔係無情，呢個係智慧。老子話為無為是無事。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無為。咩叫做無為？唔係乜嘢都唔做，而係唔好做嗰啲勉強嘅事。人際關係都係一樣，唔好勉強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你要把精力留俾家人。好多人把出面嘅關係處理得好靚，卻忽略咗自己嘅家人。呢個係本末倒置。已經講家人卦，家人係你嘅根，係你嘅本。你把家人照顧好，其他嘅關係自然就會順去到晚年。真正可以陪伴你嘅，唔係嗰啲酒肉朋友，唔係嗰啲表面上嘅熟人，而係你嘅家人。所以你要把時間同精力多啲留俾家人，少花喺嗰啲無關痛癢嘅人身上。有人話咁樣係咪太冷漠？我話你知，呢個唔係冷漠，呢個係清醒。你清醒咗，先知咩係重要，
咩係唔重要？你把有限嘅時間同精力用喺最重要嘅人身上，呢個先係真正嘅智慧。第四個準備係你嘅情緒，要學識管理人。去到晚年，最怕嘅唔係身體唔好，而係情緒唔好。點解？因為情緒會影響身體。中醫講百病由氣生，呢個氣就係情緒。你情緒唔好，身體點會好？已經講喜怒哀樂之未發為之中，發而皆中，節為之和。咩意思？即係你嘅情緒要有節制，唔係話唔可以有情緒，而係唔可以令情緒失控。後生嗰陣，你有本錢發脾氣，發完過幾日就冇事，但去到55歲之後，你會發現你發一次脾氣，可能要好幾日先恢復得返。更嚴重嘅係，你嘅血壓會升，心臟會唔舒服，睡眠會受影響。所以話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唔好嬲，唔係叫你把氣谷喺心入面，而係要你學識唔好令自己動氣。點樣做到？就係要睇開，要放下。咩叫做睇開？即係你要明白，好多嘢冇你諗得咁重要。人哋講咗一句說話，你唔中意聽，咁又點樣？人哋做咗一件事，你唔認同，咁又如何？呢啲事根本唔值得你嬲。莊子話：智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無己。咩叫做無己？就係唔好把自己睇得太重。你把自己睇開咗，好多事自然就唔在意啦。有一位老人家，佢後生嗰陣脾氣好大，乜事都要爭個啱錯，乜嘢都要講到清清楚楚，結果搞到最後朋友越嚟越少，身體越嚟越差。去到60幾歲，佢突然諗通咗。佢話：以前我覺得乜嘢都好重要，依家我發現其實乜嘢都唔重要。呢個就係智慧。你幾時可以睇開？你幾時就自在。情緒管理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方面，就係唔好同人計較。後生嗰陣，你可能覺得有些事一定要講清楚，一定要爭個明白，但去到呢個年紀，你就要明白，有些事係講唔清楚嘅。有些人係真係唔明嘅。孔子話：小不忍則亂大謀。咩叫做忍？唔係忍氣吞聲，而係你有呢個智慧，知幾時應該計較，幾時唔應該計較。去到晚年，大部分嘅事都唔值得你計較。我睇過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嗰啲長命嘅老人家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佢哋好少發嬲。唔係佢哋冇遇過令佢哋嬲嘅事，而係佢哋唔令自己嬲。有人話我係控制唔住，我話你知，控制唔住係因為你未真正認識到發嬲嘅害處。你係真係明嘅話，發嬲會令你少活幾年，你仲會隨便發嬲咩？佛家講一念侵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。咩意思？即係你一發嬲，所有問題都嚟晒。所以話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嘅第一件事就係唔好嬲。點樣做到唔發嬲？就是要收心。收咩心？收一顆平常心。咩叫做平常心？即係無論遇到咩事，你都可以保持平靜。好事嚟咗，唔好太開心；壞事嚟咗，唔好太難過。一切都係好自然，一切都係好平常。易經話亢龍有悔。咩意思？即係太過咗就唔好。情緒都係一樣，太開心唔好，太難過亦都唔好，要保持喺一個平衡嘅狀態，呢個先至係最好嘅。仲有一點就係你要學識同自己和解。好多人情緒唔好，唔係因為出面啲事，而係因為佢同自己過唔去。佢成日覺得自己呢度做得唔夠好，嗰度做唔啱，咁樣點會開心？老子話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你要先了解自己，接納自己。你已經盡咗力，你已經做得夠好，唔好再苛求自己，唔好再同自己過唔去。你放過自己，你先至可以真正快樂起來。第五個準備係你要學識收返你嘅人情。人在江湖，總係要講人情。後生嗰陣，你幫人哋呢個係應該嘅，但去到55歲之後，你就要開始學識收返你嘅人情。
咩叫做收返人情？唔係話你變得冷漠無情，而係你要識分寸，你要知道咩應該幫，咩唔應該幫，你要知道幫到咩程度，該停就要停。已經講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。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開始獨善其身，唔係話你唔理人哋，而係你要先把自己照顧好，先有能力照顧人哋。我睇過太多呢種例子，有啲人一世人都在幫助人哋，去到晚年自己卻過得好辛苦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唔識得拒絕，唔識得講唔，邊個揾佢幫手，佢都應承，結果把自己攰冧咗，人哋仲未必感激。孔子話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但好多人唔記得咗另外一句，己所欲，亦勿強施於人。你想幫人哋，呢個係你嘅心意，但你要量力而為，唔好勉強自己。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我必須要講清楚，幫助人哋要睇對方係一個咩樣嘅人。如果對方係一個識得感恩嘅人，你幫佢，佢會記住你嘅好。但如果對方係一個唔識感恩嘅人，你幫佢，佢反而會覺得你應該幫佢。所以話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睇人，咩人值得你幫，咩人唔值得你幫。你個心入面要有數，唔係話你要變得勢利，而係你要保護自己。老子話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去到晚年，你已經付出夠多啦，依家係你收返嘅時候。你要把你嘅時間、你嘅精力、你嘅金錢全部留返俾自己，同埋你最親近嘅人。人情呢樣嘢最怕就係冇邊界，你一直俾人哋就一直要，你幾時停落嚟，人哋就會話你變咗，話你唔夠義氣。呢個係人性，所以你要趁早建立邊界，令人哋知道你嘅底線喺邊度。有人話咁樣做會唔會得罪人？我話你知，去到呢個年紀，你唔需要喺乎會唔會得罪人，你要喺乎嘅係你自己過得好唔好。如果一個人因為你唔幫佢就同你反面，嗰種人本來就唔係真正嘅朋友。已經講損卦損下益上，咩意思？即係你要識得減少唔必要嘅付出，把呢啲留俾真正需要嘅地方。去到晚年，你要把你好嘅嘢留俾真正識得珍惜嘅人。講到呢度，各位可能會問，呢5個準備邊一個最重要？我話俾各位知，呢5個準備全部都好重要，缺一不可。但如果一定要排個順序，我認為第一重要嘅係心。點解會咁講？因為身體、經濟、人世、情緒、人情，呢啲其實全部都同你嘅心有關。你個心穩落嚟，呢啲自然就穩。你個心亂咗，呢啲亦都會跟住亂。易經嘅核心思想就係陰陽平衡。咩叫做平衡？即係你內心要安定。你內心安定，出面嘅一切都會歸於平衡。你內心唔安定，出面點樣安排都冇用。我成日話人生好似一棵樹，後生嗰陣，樹往外長枝育，長得越茂盛越好。去到中年之後，樹要往下扎根，根扎得越深，樹就越穩。去到晚年，樹唔再往外長啦，而係往內收，令整棵樹變得更加堅實。55歲到65歲就係樹往內收嘅關鍵時期。你把根扎好晒，後面無論刮風定落雨，你都唔會倒。你如果根冇扎好，出面睇落仲好茂盛，其實一陣風就可能把吹倒。所以話呢10年要做嘅唔係向外求，而係向內收。收咩呢？收你嘅心，收你嘅德，收你嘅信。孔子話70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咩意思？即係去到70歲，你想做咩就做咩，但係唔會越過規矩。點解可以做到咁樣？因為你嘅心已經收到嗰個境界啦。但係呢個境界唔係70歲突然就有嘅，係你由50歲開始一點一點收出嚟嘅。你喺5節虎到6節虎呢10年入面，把該放下嘅放下，把該睇開嘅睇開，把該準備嘅準備好。去到70歲，你自然就可以從心所欲。
呢10年係你人生入面最珍貴嘅10年，唔係因為你仲可以做到咩大成就，而係因為你終於可以安靜落嚟，好好咁個日子。你唔需要再搏命，唔需要再證明啲乜嘢，你只需要好好咁活落去，好好咁享受。已經講否極泰來，咩意思？即係壞到極點就會變好，好到極點又要小心。人生都係一樣，有高潮就有低谷，有起就有落。去到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平和，唔好太高，亦都唔好太低，保持喺一個平穩嘅狀態。呢個平穩嘅狀態就係中庸之道，唔偏不倚，恰到好處。你唔好太激進，亦都唔好太保守。你唔好太興奮，亦都唔好太沮喪。你就保持一顆可平常心，一切都會好好。最後我要送俾各位一句話，呢句話係我呢一世人體會最深嘅一句話，亦係我覺得最重要嘅一句話。人生最大嘅智慧唔在於你知道幾多嘢，而係在於你放下咗幾多執念。去到55歲之後，你要學識放下，放下過好嘅恩怨，放下內心嘅執着，放下唔必要嘅人望，放下虛幻嘅追求。你放低得越多，你就越輕鬆，你越輕鬆，你就越自在，你越自在，你就越快樂。55歲到65歲呢10年，你如果可以做好呢5個準備，你嘅晚年一定會過得好好。唔係物質上有幾富裕，而係心靈上好充實。唔係身體有幾強壯，而係心境好平和。唔係朋友有幾多，而是關係好和梗。呢個就係我今日想同各位分享嘅。希望各位都可以喺呢個關鍵嘅10年，把應該做嘅準備做好，把應該放下嘅放下，把應該珍惜嘅珍惜。人生苦短，轉眼就過，唔好等到嚟唔切先後悔。由依家開始，好好咁對待自己，好好咁過每一日。記住，你已經為人哋活咗大半世人啦。依家係你為自己活嘅時候，你不欠任何人，你只需要對得住自己願。各位都可以喺人生嘅下半場活出真正嘅自己，活出真正嘅快樂，活出真正嘅自在。多謝各位。